大家好啊！歡迎收睇日遊戲。今日我就會同大家一齊睇下呢個呢個神舟23號嘅升上去嘅點講好咧嘅緊黃金時段啦，類似啦。而家係大約22:48嘅。嗱，我而家俾大家睇下個情況啦，因為暫時仲未去到11點，所以仲係睇緊嗰啲普通新聞。嗱，咁我而家就一路射南會，一路睇住啲新聞等到可能11點，佢就會去翻嗰個現場啦。唔好意思啊，原來係直接拎去翡翠台，唔使去新聞嗰度就可以睇啊，同埋係直情有個節目啊，新聞應該未必會好詳細咁樣講。喺飛船入面唔等一陣間，11:08發射嘅一刻。我是0號，5分鐘準備。聽到剛才啦，係有一個信號講，仲有5分鐘咧就會發射啦。氣象嘅資訊咧就話發射區尋晚啦經歷過一次冷空氣㗎，咁但係咧而家整體嘅氣象咧已經好平穩，咁預計陣間發射嘅時候啦，當地嘅風力同埋溫度咧都係適宜嘅。而家最近畫面，即係喺右手邊嘅咧，就係港產太空人黎嘉瑩啦。見到佢啱啱咧將個保護罩拉咗落嚟。呢套衫啦，根據之前公開嘅資料啦，就會係保障航天員喺升空嘅過程啦，係有足夠嘅一啲氧氣啊等等嘅供應㗎。咁喺必要嘅情況下咧，亦都可以令到佢哋維生。可以見到啦，而家神舟23號船艦組合體已經準備好，個回轉平台都打開晒。準備大約喺4分鐘左右啦，就會發射升空。到佢哋嘅功用，喺直播室啦，好，我哋又睇翻酒泉發射中心嘅現場啦。40秒，仲有40秒。最後40秒啦。30秒。20秒，20秒。10、9、8、7、6、5、4、3、2、1，点火。載住啱啱點火升空啦！啱啱聽到啦，其中一個叫做程序轉彎，咁大約係點火之後嘅12秒發生㗎。咁就係咧就住地球嘅一啲傾斜嘅方向啦，就可以節省啲燃料，咁就令到個火箭之後咧可以進入到預定嘅軌道，咁作好一啲準備。啱啱同教授都傾過啦，即係呢個點火到升空嘅過程咧，係有佢太空人6至7倍嘅個人嘅體重咧壓落佢個身度。係咪即係要擺脫地球嘅嗰個地心吸力，就一定要有咁大嘅推動力嘅？冇錯啊，係即係如果唔係，我哋冇可能上到太空，因為始終咧，我哋地球周圍咧都係有大氣層啦。咁大氣層對於我嚟講係無色無味，我哋平時都感覺唔到。但係如果我哋真係要離開地球表面咧，咁我哋要超越佢咧，我哋要穿過去咧，係一定要有極大嘅呢個力量嘅。同時要逃入呢個或者係逃入咗我哋地面附近嘅地心吸力嘅影響，咁所以一定係要極大嘅呢個力量嘅能源咧，先可以上到去。國家都有2個發射場，即係而家我哋見到呢一個就係酒泉發射中心啦。另外就喺海南嗰邊都有一個，
其實個緯度高低，即係嗱，海南嗰邊係近赤道啲啦，酒泉咧就偏北啲。咁其實佢兩者發射嘅時候會唔會有唔同嘅咧？即係所需嘅能量啊，又或者我有啲目標嘅載荷要帶上去，係咪兩個發射場有啲分工嘅？佢有少少嘅，因為咧兩個發射場咧，因為佢嗰個緯度唔同咧，實際上佢可以睇到嘅地球嘅地方係有少少唔同。因為海南嗰個比較南啲咧，如果我哋真係希望圍繞地球嗰個軌道係想睇一啲接近北極圈多啲嘅嘢咧，其實就未必係太適合嘅。咁所以咧，反而係我哋好多時係睇下嗰個載荷啦，佢嗰個任務嘅目的咧，係決定到底應該喺邊個發射場度發射。好似之前嘅天舟10號啦，即係比較重啲，就揀咗喺海南嚟。咁當然啦，酒泉亦都有佢嘅歷史因素，因為本身酒泉就係載人航天嘅基地。咁所以點解一路我哋睇好多神舟嘅發射都會喺酒泉嗰度？嗱，剛才兩個程序咧就係逃日塔分離同埋助推器分離，係見到4個光點咧，就係嗰4支助推器啦。剛才咧逃日塔分離咧，其實代表支火箭都已經去咗大約40公里嘅高度，都幾高喎！即係換算翻咧，平時大家搭飛機咧，知可能35000尺啦，40公里嘅意思咧係13萬英尺。冇錯。係好高啊！我哋平時飛一般係10公里左右嘅高度，咁其實呢個40公里已經超越咗我哋大氣層差唔多大部分嘅氣體㗎啦。個摩擦力都好勁，即係犀利㗎，穿越咗個大氣層。冇錯。嗱，見到而家剛剛就係個整流罩，雙層拋整流罩，拋整流罩，拋咗整流罩啦，就意味航天員喺個艙入面咧可以望到出面啊，望到個星空啊！即係突然之間嗰下第一下嘅感動，我諗就係嚟自呢度。青山 USB 跟蹤正常。見到頭先個逃日塔已經分離咗啦，其實嗰個係咪已經係唔可以翻轉頭啊？即係代表嗰一個已經係直衝㗎啦，一定要係往太空去㗎啦。我諗咁講啦，即係既然逃日塔都逃日塔，顧名思義就係俾宇航員如果之前嘅步驟有啲咩問題要逃日啦，咁我哋都抌得啦嚇，抌得嘅逃日塔，咁即係話亦都應該講咧，今次咧應該又係另外一次好成功嘅發射嚇，咁我哋就一路直往太空㗎啦。遙測信號正常。睇到啲好靚嘅嚇，呢啲因為我哋穿過嗰個大氣層一啲嚇離子啊咁樣發出嚟嘅光嚇，所以都係好美麗嘅。好多太空人咧，之前嘅分享都係話個整流罩一打開嗰下，嗰一份即係以往未見過一啲畫面啊，即係開始可能見到地球嘅一啲弧形啊等等，都係喺嗰一刻發生。今次神舟23號咧，個太空船其實嗰個舷窗做咗啲太空碎片嘅防護，改善咗比起之前。其實即係而家聽起上嚟啦，即係之前其實都有幾次太空船升空咧，都遇到呢啲太空碎片啊、太空垃圾啊。咁究竟即係喺呢啲防護上、技術上，而家個進展去到邊個階段嘅咧？可以係點樣保護到一個太空船喺升空嘅過程唔會受到呢啲太空嘅碎片嘅影響？呢個其實係一個問題嚟嘅。隨住我哋而家即係太空可以話越嚟越商業化啦，亦都有越嚟越多嘅衛星。我哋都聽過有啲項目講緊佢一射係講緊射幾千個衛星上去嘅，諗住。咁呢個太空碎片或者我哋叫好聽啲太空碎片啦，有陣時唔好聽太空垃圾啦，咁亦都係越嚟越大嘅一個問題。而家未有一個好好嘅方法去解決。即係而家因為嗰啲碎片咧，佢有啲係太過細，咁如果撞擊到嗰個即係太空船啊等等，其實會對於機械嘅設計咧係有造成影響。呢一個咧實際上其實我哋中國嘅太空站同埋國際太空站咧都遇過呢啲事情發生。咁呢個只可以話就係我哋其實而家係我哋航天界嘅一個重問題，就係點樣能夠令到呢啲太空垃圾或者太空碎片咧係即係唔會繼續阻止我哋繼續做嘅太空任務咯。見到個推進器都繼續係燃點緊。咁3位航天員啦，剛才都見到情況正常，咁同地面啦都有一啲其他嘅一啲去對話等等。遙測信號正常，東風飛行正常。
所以其實諗下咧又好犀利，即係好難得我哋上太空，但係其實佢哋嗰個旅程又唔係真係好遠嘅啫喎，因為國際太空站上到去好快，跟住就會接合咗之後就好似去咗返咗屋企咁樣，係真係好難得嘅一個經驗。見到神21嘅航天員都喺度等緊佢哋啊！係，而家喺畫面嘅右邊。青山 USB 跟住嚟跟蹤緊我哋正常，遙測信號正常。黎嘉瑩，好，跟住嚟緊好幾個月嘅屋企。双程光学雷达跟踪正常，青岛飞蔚蓝船双步完成。 USB 雷达跟蹤正常，遙測信號正常。青島雙步完成。都聽到啦，喺啲通訊入面咧有啲代號嘅，即係其實航天員3位咧叫做動1、動2、動3，咁其實都係一啲空軍啊同埋內地航空上面嘅術語。動咧其實真係0咁解，所以就係01、02、03。而家距離發射咧已經大約係8分鐘㗎啦，升咗空已經8分鐘啦。之後咧，太空船都會用太陽能嚟做一個推動。跟蹤正常，遙測信號正常。應該差唔多時候會見到航天員佢哋可能有啲重力啊，即係見到佢哋啲筆啊，可能會飛一飛啊。根據以往嘅一啲航天員佢哋嘅表現，都係喺呢啲時間就開始感受到嗰種微重力啦，係啊，失重嗰個狀態係啊。同埋見到佢哋個過程都一路揭手冊喎，即係嗰個係咪可能令到佢哋知道成個流程究竟要點樣應對啊？又或者係點樣去跟進往後嘅一啲程序？係，我相信佢哋當然啦，呢個亦都演練過好多次㗎啦，整個嘅空嘅程序。但係即係我相信佢哋亦都係想跟翻足啊，跟翻住嗰個手冊嘅所有每一步咧，要做到完美。即係話同時其實即係右下方嗰幾位宇航員佢哋就翻屋企咯喎。係啊，佢哋其實喺在軌都已經一段時間都打破咗之前嘅紀錄㗎啦。嚟緊即係今次神23乘組啦，入面其中一個太空人都會留1年咁長。實際上即係嗰個心理嘅同埋生理嘅挑戰都係好大。以往咧，即係紀錄上啦，人類逗留喺太空最長嘅時間係437日。咁之前係由俄羅斯太空人嘅一個紀錄。係啊，當時我哋對於呢啲太空嘅生理學咧，其實未有好深入嘅了解。事實上，當時佢翻嚟嗰位宇航員翻嚟咧，先至做一系列嘅研究咧，我哋先首次發現到好多而家我哋認識得比較清楚嘅，即係長期喺太空生活嘅一啲嘅影響啊。通常會發生啲咩事咧？例如對啲骨啊，或者對啲肌肉啊，有好多講法就話應該會有啲流失嘅。係佢有嗰個疏鬆嘅情況啦，或者成個身體嘅體液個分佈咧都會有改變。咁所以點解即近10幾20年，即係呢？因為之前講嗰位宇航員都之前一段時間咧，所以而家咧佢哋啲各個嘅各國嘅都對佢嘅宇航員咧，即係希望佢哋能夠喺太空咧都要保持翻一個健康嘅身體，即係要做下運動啊，要飲食方面都要注意啊，希望佢哋能夠以健康嘅身體翻嚟。見過有啲航天員喺太空艙度跑步，喺太空站入面係有部跑步機俾佢哋。呢個係佢哋嘅每一日嘅任務之一嚟嘅，係一定要做，因為一定要保持翻嗰個活動。令到嗰個肌肉咧係唔會流失嗰個肌肉個重量，同埋要記錄住佢哋自己嘅一啲維生嘅指數啊等等，心跳啊、血壓啊等等。咁所以呢個即係我哋實際上即係航天嘅事業咧，我哋發展到嘅嘢，當然啦固然對於我哋外太空啊，成個宇宙嘅認識係增加咗，但係實際上其實對於好多唔同嘅學科都會有好大嘅貢獻，即係好似頭先講嘅我哋生理學啊，而家都認識咗好多。咁固然啦，喺天宮太空站亦都有做好多唔同類型嘅實驗嘅，材料科學實驗又有，一啲生物學嘅實驗又有，固然亦都有天文學嘅實驗，即係我自己嘅最關心嘅課題啊。咁所以呢啲都
即係對於我哋整個人類嘅知識咧，都係一個好大嘅促進。喺太空啦，即係離開地球表面啦，一啲距離個重力好唔同噶嘛。如果呢啲實驗係喺太空站度做嘅，嗰個科學上嘅意味有啲咩重點嘅咧？即係點解要擺上太空去做一啲地面其實都做到嘅實驗咧？係咪有唔同？係，即係有好多因為即係喺嗰個太空站嘅失重環境咧，其實有一啲我哋地面上覺得係必然發生嘅現象，即係好簡單，例如話空氣嘅對流。呢啲咧喺太空站裏邊都冇咗。嗱，咁固然啦，你話係咪冇咗呢啲環境對於我哋嘅日常生活好大影響咧？咁暫時睇又未必，但係對於我哋對學術嘅追求，對於我哋知識嘅追求，呢個一定係有好大嘅意思。同時而家我哋亦都真係希望咧，經過一啲有趣新奇嘅實驗咧，有陣時亦都發現到一啲可能做一啲新材料嘅方法啦，或者對於一啲生命喺宇宙上面存在到底能唔能夠存在？喺咩環境能夠存在？呢啲問題咧都有更加好嘅答案。啱啱飛船嘅太陽帆板就展開咗啦，亦都進入咗預定嘅軌道。大概距離地面幾高咧？呢個我就而家呢個 moment 就唔知啦。咁到最後咧，佢哋大約會喺400公里嘅高度距離地面，300至400。所以其實係好特別嘅一個經驗，因為圍繞地球一個圈係講緊90幾分鐘，所以一日24小時咧，太陽又升又降，又升又降10幾次嘅，係好快好快嘅其實。我哋睇咧個飛，即係嗰個我哋睇咧好多時覺得佢好似好慢啊，喐得好少咁樣，但係實際上其實佢係以非常之高嘅速度喺度行緊。通報座艙大氣環境及身體情況。23號明白。聽到地面啱啱同飛船入面嘅3位航天員對話啦。棟梁感覺良好。訂餐感覺良好。啱啱聽到港產太空人黎嘉瑩回答咗地面，感覺良好。飛船座艙大氣環境正常，航天員感覺良好。拜拜。北京明白。長城，我是北京，通報座艙環境。長城報告，座艙環境正常。北京明白。長江3號跟蹤正常，遙測信號正常。神舟23號，我是北京，經地面確認，座艙環境正常，可以打開面窗。神舟23號明白。打開面窗。明白。天路溝通正常，遙測信號正常。3位航天員啦，亦都確定咗個艙入面嘅環境正常啦，咁就打開咗面窗。4號注意，飛船軌道注入數據會檢流程已啟動。長城。長城明白。呢套衫咧，之前有啲報道話都值幾十萬人民幣嘅造價，仲貴過一啲名設計師嘅時裝啊！同埋見到頭先嗰支筆喺度飛嚟飛去啦，已經係啊，已經係喺太空啦，見到嗰個微重力。咁剛才提到，即係佢哋喺太空其實都要維持一啲健康嘅飲食啦。以前咧個印象就係好多時候喺太空都要食一啲乾啊，又或者係喺已經處理咗好儲存嘅一啲食物。最新已經唔係喎，我見之前有啲氣炸鍋帶咗上去太空。氣炸鍋又食到啦，燒烤又食到啦。佢哋亦都自己去種植一啲蔬菜啦，有新鮮嘅蔬菜啦真係所以而家做即係而家我哋應該咁講啦，整個即係以前我哋會覺得喺太空咧就哇，即係只可以係一啲過一啲好苦嘅生活。而家咧太空我哋令到嗰個太空嘅環境越嚟越適合人類嘅生活。咁所以點解而家我哋都開始有陣時都諗啦，能唔能夠設立一啲長期嘅太空站？咁唔單止係好似圍繞住我哋地球呢一類太空站，甚至有一啲科學家好，一啲其他嘅
嘅商人等等都好，都諗緊我哋有冇可能喺月面做一啲固定嘅駐人嘅觀察站。咁呢一個我諗嗰個可能性而家睇嚟係越嚟越高啊，因為即係我哋嗰個基本嘅技術，我哋已經能夠掌握到，能夠點樣能夠好長期去維生啊，呢一樣嘢基本上做到。圍繞地球同喺月球表面去生存，又或者係長期駐留，有冇啲咩分別呢？喺個條件上，喺我哋嘅配套上，有冇啲監察啊？又或者喺科學上係要進展到某個地步先至做到？我諗主要係個安全性，因為如果始終係我哋呢啲400公里外嘅我哋近地嘅，當然啦嚇，即係如果我哋一有啲咩問題，我哋派另外一艘飛船去接佢哋翻嚟，接啲太空人翻嚟係相對容易嘅。固然呢最近都出現過啲問題啦，國際太空站亦都出現過少少嘅問題，即係話接啲太空人翻嚟都有啲問題。但係如果喺月面嘅話咧，呢一個一定係要更加好嘅計劃。即係如果有任何嘅差錯咧，我哋要接翻啲太空人翻嚟，係嗰個我哋嘅計劃一定係要做得更加好。咁固然咧，月面嗰個環境亦都係你可以話係更加嚴峻啦，因為佢係咁遙遠嘅呢個地方表面啊等等嘅輻射，我哋都要處理。固然啦，其實喺我哋呢個近地400公里外嘅，都已經有好多呢啲問題。不過喺月面會有產生更加多嘅問題。但係我哋能夠可能做到嘅，亦都有更加多。就係而家例如好簡單，即係會唔會有可能喺月面嗰度設立一個望遠鏡？因為月球嘅背面我哋有一面係成日背住我哋地球嘅咁樣呢啲咧能夠做到一啲科研嘅項目，咁都係一啲即係而家好多科學家都討論緊嘅話題。分一點參數，已向各方向發出東風。東風明白。